3月10日，願生命之道響起。經上記着說，耶穌說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約翰福音14章6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人若要有生命，就必須要有真理，有真理才明白真相。主耶穌來了，把生命之道帶來了，不單使人有生命，更要有豐盛嘅生命。今日我們已信了耶穌，有了生命之道，我們就當實踐如何活得更豐盛。可以把福音傳揚的，就當找緊機會去宣告、去傳揚、實踐領人歸主嘅使命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宣告神的話語如何介入各人嘅生命中，神的權能如何改變世界。有了神的話語，就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神的恩典憐憫施恩給世人。縱然當中有人未認識主，也藉禱告把萬族萬民帶到神的寶座前，求主施恩憐憫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洞悉隱情嘅主，為何人心裏會有說話指示人去結束生命嘅呢？主啊，為何人心裏唔可以響起叫人得生命嘅上主恩言嘅呢？求主施恩憐憫，在所有心情沮喪、滿懷抑鬱嘅人四周興起好鄰舍，喺關懷與勸勉中宣告上主那使人得生命嘅恩言。又願主基督榮耀福音嘅光要照亮人心眼，叫人看見有出路，生命可以有轉機。掌管生命嘅主，我哋特別把那些了無生機、想自殺嘅、陷於混亂嘅人交託俾主，求主喺佢哋心中響起說話，指示佢哋當行嘅路。因為主耶穌說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的話語就是生命，有耳朵的都要聽。世人啊，你們都要聽。我們奉主耶穌嘅名宣告，一切對生命嘅偷竊、對生命嘅殺害、對生命嘅毀壞都要全然退後，從這些想尋死嘅心靈中出去，因為他們要聽上主嘅說話。求主施行拯救，求主施行拯救，叫世人都得見基督榮耀福音嘅大光，得聽使人得生命嘅上主恩言，叫生命全然改變，重新開始。求主施恩成就，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。面對世界的不同境況，我們雖不能改變，但我們深信神可以，所以我們求。